快点！哎呀，老谢，我就是这个。越做越忘哀了。起火、沸腾、围炉、心安，每一次寻常的煮沸，都是一次与人生五味的牵连。我们在火锅桌上见俗世百态，品平凡人生，在沸腾的汤底和氤氲的雾气中，看清生活的本质和真谛。真的火锅呀，管它爽不爽？22座城，8000里路征途。这一路，我们追寻喧嚣已久的港，永不停下我们的脚步。火锅沸腾，生活